召，而你進行軍隊部門開會嘅時候，只係咁啱一次會議上邊有好多私人機構嚟參與。我都唔知道呢個叫阿 Hot 嘅人係咩人嚟㗎。第六，阿 Hot 嘅12年有多咩嘅女朋友？喺2014年更加係一腳踏三船。而有一位女朋友名字叫葉醫生，佢哋由2021年一齊至今。主醫生直頭係喺3個人節目播出嘅時候先如夢初醒。佢初時仲未肯相信，就拎出多本阿 Hot 嘅銀行帳簿俾新聞台查閱，話阿 Hot 真係好有錢㗎。喺佢本嘅銀行帳簿上邊都顯示有過千呢個嗰啲嘅帳戶，但係後來調查得知，阿 Hot 係用發票，並且喺彈票之前更新方式設計咗呢啲銀行帳戶㗎。如醫生指除咗自己感情受騙之外，亦出賣多年嚟，並且阿 Hot 身上收出近800萬主嘅金錢。相信呢一啲錢係用咗嚟認咗上流人士嘅身份。除咗電台電視之外，更加補充政府官員係從上市民現身法，咁嚴重嘅罪行，連續嘅單子出嚟發聲，調查下知道佢曾經有2宗詐騙嘅案底，最後警方將阿 Hot 拘捕，不准保釋。阿 Hot 並唔係來自富有嘅家族，母親只係一名親人，母親只喺大陸負責賣嘢嘅啫。又話佢本身係政府軍官，亦只係曾經喺軍營做過主教。阿 Hot 10多年嚟3萬嘅謊言，佢喺但原來真相亦只係一名